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传道书第5章第1到20节，约翰福音第8章21到3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自由。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时常提醒，不要去帮人家来做担保。当然，他认为说那是最笨的一个做法，因为呢，做担保的人呢，必须要担保这个对象，为他付出法律的责任。然后想想看，如果这样子的话，一个人为了不是自己所做的事情，则要负起责任，然后呢，要这个失去自由，那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位年迈的君王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中也劝勉他的孩子们不要随便的许愿。许愿呢，基本上是另一类的担保，就是说不要为了那一些自己无法做的事情来付出承诺。传道书说，你到上帝的圣殿去要小心，你安静的学习，胜过那些不明是非的愚蠢人去献祭。你开口以前要先想一想，不要轻率的向上帝许愿，他在上面，你在地上，所以你用不着喋喋不休，然后事务繁忙，噩梦也多，言语多就容易显出愚蠢。你向上帝许愿，就得尽数还愿。他不喜欢愚蠢人。你许愿就得还愿，许愿而不还，不如不许愿。不要让你自己的话使你犯罪，以致要向上帝的祭司说明你说错的话。为什么要招惹上帝的愤怒呢？为什么让他破坏你的工作呢？不管你做了多少梦，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空虚的事，说了多少话，你仍然必须敬畏上帝。关于类似这样的教导，耶稣基督也教导过。他的教导非常清楚的说道，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也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作为；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那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邪恶的。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的经文啊。不要为别人担保，也不要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担保。我们说发誓，否则一旦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我们所担保的事情而得罪了上帝，而失去了自由。
礼拜一的早上，王长老在夫妇团契灵修录影的时候分享了他以心远光读经分享的这个爱的一个主题。那所分享的例子，他引用了一位曾经犯下杀人罪的牧师的故事，来谈到那一天的分享。他说到，就是说这位牧师呢，他在监狱里面呢，他认罪悔改，他非常关心受刑人，因为他深刻的体会到，所以他出来之后，他就关心受刑人，与受刑人分享基督的救恩，帮助了许多的人。那从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们要思考是人犯罪会受到有形监狱的管辖，关在监狱里面。那如果心灵不能脱离这种捆绑的时候，就进入了无形的监狱。如果人愿意接受救恩，就能够因为基督的救恩而得到释放。反而人若沉沦在恨，或是沉溺在罪中的时候，就无法得到自由。这也正是耶稣基督所提到的，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意思就是说要能够爱人，要能够悔改。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所领受基督救恩的目的，是要让人得自由，是要让人得释放。但是我们要切记，这个自由并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受到管束的野放，而是在真理、在圣灵里面所强调的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1节的经文这样说道：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说真的就是我的门徒了。接着他又说，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受到圣灵的管辖的，是受到主诫命的教导引导的，而并不是不受限的。许多人都误用了这一段经文，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的自由要脱离罪的捆绑，要脱离情绪的捆绑，要脱离怨恨的捆绑。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医治，这个才是真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的经文这样说道：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每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奴隶在家里没有稳固的地位，儿子却是始终属于家庭，是要上帝的儿子使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是真的自由的人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你们想杀害我，因为你们不接受我的教导。我讲的是我父的，只是我的，而你们做的是你们父亲告诉你们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指的圣灵自由，是真自由。因为追求放任的自由，这样的人终究会跌入所谓的罪的捆绑，再次的成为罪或情绪或是怨恨的奴隶，而失去了自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灵的释放，是让耶稣基督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心灵的主人。我们的父
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得到真自由。